講嘅thần經節祝福大家，Ratapan 322กับ23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愛嘅中心，每日都新嘅57對兩種人，上帝嘅恩典57對兩種人類在世間裏的嘅，嗱，所以兩種兄弟姐妹們。可能今半日你世間的行道，你知道冇人識，冇人睬你，冇人看顧你，我係講兩種兄弟姊妹聽，上帝嘅愛，嘅恩典，57對於兩種人要敬重佢嘅，要相信佢嘅。Ratapan 325節咁樣講到，上帝都十分好，對兩種人嘅生命要謙虛嘅。咪意思呢，都係講到每個人要條心謙虛，要條心盼望並且上帝嘅喜，意思係單強希望上帝嘅恩典57在世界嘅生活中，每日都新嘅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上帝最錫世間人類，係講世界要條心真謙虛，世界嘅盼望並且嘅喜。每日都新嘅佢本世界57，所以呢，世界都要有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嚟禱告，嚟親密自己嘅恩典降下落自己嘅心中，係講兩種兄弟姊妹要謙虛，而條心嘅盼望並且嘅喜，而得到嘅最好嘅福氣。佢唔是離開你，唔是表現你，時常嘅你同在，在社會裏行到熱天。嘅帶你要善利嘅路，要平安嘅心，要福氣嘅心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